就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。笑笑一句随缘啦，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啥款？无较好咧，感冒了，搁足虚咧。小个感冒咧，你讲啊遐严重？内伤七症，外感风寒，风邪只是病情而已。不过你若无去甲注意啊，是共款会伤着你的性命。你莫用安尼吓惊我啦！你哦讲一个较详细的道理互我听啦。咱人的七症是病烦啦，所谓怒喜思忧悲恐惊，这七种的情绪啊，你若是要长期压在心内，是引起你机能阻碍，气血循环啊就会泛乱，脏腑功能会失调，你的病真紧就带来。哦，是安尼。是呢，安尼毋是真严重，啊你唔紧开上好补药，补看较紧好无？你点点啊，我先咧讲煞落啦。心病也是爱先药医。我开的药啊，虽然会当治你的风邪，不过你的身体若要爱好，也是靠劳大你家己。爽爷，我知，你咧病伤死啊！乱讲！啊你受阮大，受到破病，啊敢毋是？好啊，出到你这个空空的有影时间。要治你的病，注意也是上好药。对，比如阿妹姐啊，准伊啊，准药啊来啉哦，是太苦了，也是后尾啦比较难甜啦。你想做？无安怎啦？只是安尼哦，感冒尔啦。也别啦，啊前久毋捌去山顶行行，你有要陪我来行行的无？好啊。阿妹啦，以后你若要来看我进前哦，爱先去看准伊啊。也因若有什么的情况哦，你毋知会当甲我讲，知影无？毋通叫袂记哦。大诶，你的心肝内吼，都敢若有准去啊，拢袂关心无？你爱吃醋？哪会袂？准去甲你共款啦，特别吼看着我，开厝第一句话就是讲，啊大诶，即马身体安怎？有健康无？啊有平安无？伊甲你拢共款啦。伊讲吼，叫我吼爱甲伊面会进前，爱先来看你，安尼伊才知影讲你是毋是有身体好好，是安尼游山玩水。讲到，你是咧教安怎样？无啦，我袂说好，陪目睭咧啦。爽爷，
恁开讲讲恁的，莫插我啦。大个，你落来是真古锥咧。我是世人哦，我上大的希望就是准义啊，也互我上大的失望哦，也是准义啊。我到即久才体会讲，准义啊因后爸啊，甘愿用死来苦劝准义啊，回调的这个心情。我真正有伫咧想，讲亲嘴要来去问正义啊！我即句会当推做啥？大个，准义上需要是一个老爸，你身体顾好，等伊出嫁，安尼，伊就有一个老爸通来听伊。老爸听惊，我敢望迄轮落去，通听下到迄个时阵。大个，既然你这样少念准义，不如今仔日交我斗阵去甲伊辩会，好无？因我即款的想法去看，是增加伊的困扰。议论，你有若卖去看有够好？哦，咱平平静静等伊倒落。喂，好，小等下。宋爷，我了。好了，什么代志？啊？什么？老伙仔啦，骹手万断，毋知创啥，到即摆袂断。这老伙仔最近定定咧食药啊，毋知像外面大人咧共款无？去外口晒一下日头就向向带起来。上好是卖较好。啊，你是咧行咱菜市仔口，甲后面的迄角头共款？后面的一个灯开，细汉就是反白，想要做头，家己抬家己。啊，你若安尼想，就真失去啊！菜市仔口你甲我伫，无人讲。你若是老的，伊有伊的运气，也阁真有利用价值伫。伊若是伫个菜市仔口这个头，永远是我咧做。伊若是死，这就歹讲。无可能啦！上家甲你抢这地位咧？你哪会知？凡事是你。无你甲连美女也会浮头，你是让人料想袂到。杨哥，你爱讲笑啦！我甲你讲，时机遮尔歹，做头担者责任，后爸两都应付着，因都无啥物好处。店底内面若有枪支拍，还阁有人通我斗，你讲对无？对，对。老宋爷，对。看看，后面的巧气安尼，罗宋爷一个呢出伊一个尔啦。你若不顾好哦，互我若无大人尊重哦，你就知死。对，桌顶迄物件，安尼签者，这是啥？这拢是甲后面股东做生意的，趁即马大家当咧抢，计数较好。我看也是先甲甩掉，较妥当。断来！后面的事，地盘你的，应该爱赶紧去抢倒转来，别我让予别人。要这哦，若准伊啊爹，伊绝对。大个，准爷的时代啊，已经过去，唔免遐尼甲怀念。若然我乌良有我乌良的做法，你若是感觉我做了无好，
你用去找别人来做，你是菜市仔口的时阵，无人敢讲安怎，啊？我对象是听讲，你讲从地盘要来让渡人，听了吼一时的这个激动，那你也莫看阮的心肝来啦。菜市仔口以后是好是歹是你的啦，甲我拢总无关系的啦。遐乌面的也死去啊，所以吼轮到我也免烦恼伤济啊啦，对。对啦，对啊，你若会当安尼想啊，上快。要是身体顾较好，较要紧。安尼签做。对，是的哈。宋元，叶贵，我若是死，奇怪啊！你来甲我保存好好，听候注意啊！出来的时阵你甲到，这个代志你千万袂让别人知影。我知。该注意啊！我会老好。感情进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。别啦，你若遐晚来啦，我叫伊讲你无要来啊。我去看罗宋大的，啊是煞陪去山顶行行的，毋才较慢来。阮大即嘛有好，伊真好啦，你放心。本来吼，我是要叫伊来看你，啊伊无爱来，连秘鲁都无爱回来。伊明明足想要来甲你面会，啊，佫毋敢来。我实在是无了解吼，恁即种查甫人的感情。这大个绝对会考虑，因为我即马算退出菜市仔口的帮派啊。伊是一个角头老大，伊若伊的身份来看，若去互吴良知影，吴良伊嘛无欢喜啊。所以这点我体会到。啊，你安怎？我是办是咧想讲，假使罗宋大人会当来，会参照我即马咧坐伫遮看你。恁两个，啥物拢毋免讲。都知影对方心肝内咧想啥物，即款的感觉实在是足好的。哎，你是毋是伫咧吃醋？即马看会着你，望袂着你，约会的时间，过一个仔就到啊。最近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争取加薪的机会，唔通互我甲罗宋大人当辛苦，好无？宋爷，咱来转啦，莫伤忝，明天若有机会再搁来。要有机会。大，你要赶紧陪伊带伊，唔通搁拖落去。你
赶紧去开车来。好，小姐，小姐，免顺呀，免，先，多谢你。后摆吼，你免搁再来啊，免搁麻烦你啊啦。你落，上先来等你。我甲伊转着，我来走。你大爱真危险，你要赶紧扛去病。好，我来走。顺呀，我送你病好无？免，你阿妈搁加倒一下。哎，倒规工，骨头我要疼死啊！快点点。你落，我奇怪啊，乖啊。乖。伊落，伊行落后，头毛甲我乱呢。好。你了遐，再去找阿蜜啦。恐怕伫咧找要甲伊见面。日头来落山，我的时间要到了。我无啊，我无啊。你无啊？一天强烈，无嘢不懂。你甲中意啊讲，我每一日。赶快去咧游山玩水，千万唔通互伊知影我即句话从我，若无，伊一工都变袂掉。轻轻来，轻轻去。请你放心，罗宋庄所放的汤款，我交代我就好。其他等阮大人出校转来，再来甲完成。龙头过身，所有工作，阮放在兄弟来处理。多谢你看罗宋大。
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。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目屎好干，不通留半滴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